每一日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7月25，也是咱要敬拜主的主日。愿主使咱每一个人拢有敬拜伊的心。那奉书1章7节安尼讲：耶和华本是好，伫患难的日，要成做咱的保护，并且伊怜捌咱这会投靠伊的人。感谢主，伊怜捌咱。三甲来祈祷，日日阮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本是良善的主，是阮伫患难中的保护甲避难所。主，你应允讲，怜捌你这位独一的真神，并且也怜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当阮怜捌你是阮的独一上帝，也怜捌你所差来到世间，为阮来成做替赎的耶稣基督。阮就要因为安尼，通得着永远的活命。主啊，你是极其好的上帝，你要伫患难的日，成做阮的保护。所以，既然阮倚靠你，你就认得阮的名，要将你的平安甲快乐赏赐阮。感谢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愿主的平安，甲咱三个弟弟，因为伊认得咱的名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